这这是什么？九瓣灵芝。给我何用？等你以自己之力出谷，若是遇到需要保命之人，你便可以用。九瓣灵芝乃至阳之物，只要人有一口气在，便可起死回生。你是谁？是你救了我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说话呀！你是哑巴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。对，是我救了你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。还有，我是谁，你根本不需要知道。原来一仙谷还有这么美好的地方。不对，为什么我没有死？我以后应该怎么办？
只有断绝尘念，你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我不会修炼你的气诀。一个连感情都没有的人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你已经死了，不要再来混淆我的思维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爹，救救他，救救他，救救他，救救我爹，救救我爹！你怎么了？你走开！我说让你走开！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不用你管。你一次一次这样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不会懂的。我变成这样才是不孝，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。人往往总是这样，总觉得自己的痛苦是别人无法比拟的，感同身受从来都不存在。你放我下，不用你管。吃吧。不，
我既然把你救了，就不会看着你活生生的饿死。你能不能别管我？你以为死了，事情就会圆满了吗？是的，我死了之后会有很多的人倾诉，我还不如从来都没有出生过。你这么做，想过你家人的感受吗？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想。我相信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你的家人都会原谅你的。如果我做了不可原谅的事情呢？那你就该回到他们身边，弥补你曾经犯下的过错。好了，你把东西吃了吧。站住！3个月后自有分晓。也不知道二师兄跟素女师傅怎么样了。他们要是知道我跳了崖，肯定会十分伤心的吧。唉，其实这个地方也不错，没有人烟，至少不会再杀人了。
谢谢。你能陪我说说话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日轩。对，日轩。你呢？日之轩暖，月之影稀。你叫日轩，我就叫月影。你为什么会跳崖啊？我拼了命的想上去，而你却自愿的跳下来。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我被困在这里10几年了。为什么？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是自愿下来的。这里悬崖峭壁，荒无人烟。这10几年，你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？和你一样，也是被人救了。谁啊？他已经不在了。在那之后，你都是自己孤身一人生活。现在我来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算是做个伴儿。放心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带你爬上这崖顶的。其实，我倒是觉得这里挺好的，又安全，又安静，没有别人，只有我们俩。你不要再出现了。为师陪伴你10几年，你在，为师便在。你死了，我看着你作画，你为什么还总是出现？这要问你自己。只要我能离开这里，就能远离你。你想上去，无非是想证明为师是错的。我只想上去。我想回家，你不要再来阻挠我了。为师只是想……你住口！你执念过深，才会过不了自己那关。倘若你克服不了自己的心魔，便永远别想打败我。那又如何？闭嘴！你休想困住我！日轩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？这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。
日轩，如果你有什么心事，都可以跟我说的。我虽然懂得不多，但我一定尽力帮你解决。如果今天我解决不了，那我就明天、后天，一直到帮你解决为止。以后离我远点。日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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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日轩，你在哪儿？日轩，你出来，你别躲着我！日轩。茉莉花，日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躲着我？是因为你误伤了我吗？没关系的，我伤快好了。日轩，你别留下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在谷底，真的很害怕。你和我待在一起很危险，我不知道下一次会什么时候变成那样。或许下一次就不只是伤手了。我知道那不是你，我不害怕。可我不能冒这个风险。你是好人，你救过我，你不会伤害我的。可是我偏偏伤了你。可你不是故意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了，但是我想帮你，我想陪着你。你帮不了我。日轩，你真的打算把我一个人留在谷底吗？如果这样，你当初为什么要救下我？与其现在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当初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你靠近我，就会有危险。我不怕，你别走。日轩，为什么在你救起我之后，让我重新有了活下去的勇气，却又选择这样远离我？不行，我要忍住，我要忍住，我不能再变成那个样子。
轩，你不要走！日轩，日轩，你不要走！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！日轩，日轩，你不要走！日轩，日轩，你又救了我。不行，你别走。刚才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走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个谷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日雪，答应我，一直陪在我身边好不好？千万不要丢下我，还有，再也不要离开我。不要离开我。好，我不离开你。就是这样，我跳崖的原因都告诉你了。你是说，你的毒瘾发作会让你想吸食人血？我因此杀了人，不能原谅自己，更不能面对那些爱我的人。但这些并不是你所愿。我控制不了。我想，只要不是你自己的意志，他们会原谅你的。这就是家人。你真的这么想吗？就像你和你的父亲那样。我和我的父亲有太多的误会，我知道他会原谅我的，所以我才拼命地想上去，当面请求他的原谅。这才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理由。日轩，虽然我不知道你都经历了什么，但是你经历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相信你的爹爹一定都知道。我们虽然不能解开自己的心结，却能互相安慰。我还不知道我竟然能安慰人。以前都是大家保护我、呵护我，我就只会撒娇。那他们啊，一定都很爱你。我真的好想他们呀，好想见到他们。可是我害怕，我怕我再次毒发，再次伤人。我知道，我懂。而且，这上面悬崖峭壁，又陡峭又危险，很不容易攀爬，一不小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。日轩，我不想你死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死的。其实这里也挺好的呀，与其冒死攀爬，我倒是宁愿一直待在这谷底。这里只有我们两个，没有任何人打扰，还有你的灵药，我也不会再次毒发，也不会再伤害无辜的人。月云，日轩，我不想你死，我不想你离开。
往哪跑？绝痴绝思，断绝尘烟。你将终身被困于此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不是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找我爹，我要找我爹！你们都不要管，你们救救他，你们救救他，你们救救他！啊！日轩，没关系的。噩梦只是个梦，醒过来就过去了。你有我在，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，啊！我以为我会在这里孤独终老，癫狂致死。不会的，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。可是你明明见过我疯狂的样子，还能有我疯吗？我都跳崖了。我知道，我不该庆幸你跳崖，但是我真的庆幸这一切，庆幸我能遇见你。那时我以为，死就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可是当我被你救起，让我重新有了生命之后，我眼中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了。山是美的，水是甜的，还有你。我想，这应该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吧。我倒是希望能让你见到我最好的样子。对于我来说，现在的你就是最好的样子。没关系，以后就让我来守护你噩梦的轻扰。你怎么守护我七哥跟我说，噩梦都是假的，以后让我来守护你的梦。不是我救了你，而是你救了我。那我们就算扯平了吧。愿意，我答应你，我们一辈子待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去。真的？真的，有你就够了。日之喧暖，一片枫叶看成礼物，春去秋月之影兮，望穿归途，只愿红颜将心谱成丝路。残酷，去翻梦回忆的。我们都是被命运抛弃的人，在这里，我们只有彼此，没有别人。只有我们俩，只有我们俩。残酷，去翻梦回你的路，
勤劳熬醒的苦。月影，别怕。你别管我，你快出去！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副模样。你别管我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好。月影，月影，你醒醒，月影，月影。你别碰我！你别碰我！好了，你离我远一点！没事了，月影，月影，没事了。我该怎么救他？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他需要的是什么。你终于决定了，只有出去，才能救他。只有你自己最清楚，什么时候，你才真正做好了准备。为了他，我不会再犹豫。这一次，我是真的要走了，师父。去吧，师父信任你。我会再回来看你的。我们走吧。日轩，你带我去找苏女师傅，她会救我的。好。
他怎么样？冉冉情况非常危急，我也只能冒险一搏了，试一试这几个月从书中学到的方法，希望他还有救。什么方法？我会以3根金针为他封脑，暂缓毒素向大脑的蔓延，希望这样能够为他成功的续命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金针入脑后，他深爱过的人就会忘却，也就是说，他不会记得和你相处的岁月，不记得你是谁。再无其他方法了吗？只要能救他，就算他忘记我，也没有关系。日雪，我在。我都听到了，我不想忘记你。没关系，我会去找你的。可是，如果我记不起你，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会让你再爱上我。你一定要来找我。好，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冉冉的命算是保住了，这样就够了。金针刚刚固定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就别去见他了。他想起之前的记忆，容易使金针挪动位置，我所做的一切就白费了。这3根金针只能争取5年时间，5年后，除非拿到月亮花籽和月灵宫圣物9瓣灵芝为冉冉续命，否则到时候无论金针是否在，他都一样会死。那有何解法？我在古书卷中得知红颜另一半的秘密。月莲花籽和9瓣灵芝是逝水红颜传承必须的秘药，只要辅以萨满一派秘门宗法，逝水红颜便会变成吸人血的怪物，武功超凡脱俗。可是逝水红颜的肉体往往承受不了这种强压，便会渐渐溃烂，但是却死不了。巨大的痛苦逼得他不得不利用新的人柱来承载上一任的记忆跟传承。所以当年逝水红颜掳走初阳公主，真正的目的并非初阳公主本人，而是因为她腹中的胎儿。人柱选得越早，届时身体使用的年份也就越久。为什么会是冉冉呢？逝水红颜的传承
原本就是违背天意的，所以选择人柱的时候，必须要生辰八字是阴年、阴月、阴日、阴时之人。那如果变成逝水红颜的传承人，除了会变成吸血杀人的怪物，还有什么后果？逝水红颜的传承分为2种，一种是继承上一代的记忆，那么下一代的红颜就只会是一个躯壳，身体被上一代逝水红颜占有，这样能达到不死的目的。那第2种呢？第2种就是传承失败，被作为容器的逝水红颜会逐渐取代旧的逝水红颜，从而成为一代新的逝水红颜。不过，逝水红颜一脉一直受到诅咒，每一代逝水红颜都是命运多舛、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会去西域找些新的9瓣灵芝。我去找净慈道长，去拿他手里的月亮花种。好。9瓣灵芝生于西域，是月灵宫的圣物，百年难遇。据素女姑姑说，只有历代月灵宫的公主才有。谢谢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月影，你都在。你等我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你是谁10年前，萧家村，你杀光了所有人，连小孩和鸡犬都不放过，你忘了吗？我连我自己活了多少岁我都不记得了。我怎么可能记得我杀了多少人呢？反正人都是要有一死啊，早死晚死不都是一死吗？不如早些死了，这样更痛快。我今天就要替死在你手上的所有人讨回公道。你还真有勇气啊！来吧。
下留情。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几十年了，传承终于完了，我也解脱了。日雪，我在。真好，我想起你了。是，真好。可是我好累啊，真想好好睡一觉。不可以，我们已经失去太多的时间，我有好多话都没有对你说。我想，我大概会去地狱等着你吧。你若去地狱，我就去地狱陪着你。你傻呀！你现在可是陆家堡的少堡主，有多少姑娘喜欢你呢？我只要你。日雪，这辈子我能遇见你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我不满足，我还要娶你，我要和你一起生儿育女，一起看日出日落，一起游历天下。可是我已经失去拥有幸福的权利了。月月，答应我，哪儿都不要去，留在我身边，我一定能给你想要的幸福。我们分开以后，你还做噩梦吗？做，梦见你把我给忘了。没关系，现在我想起来了。梦终于醒了，我们又能在一起了，爱着你，抱着你，永远不分离。日之绚烂，月之影稀，只有我们俩。只有我们俩。不对，我们一直以为的解药，却是害了他的毒药。如果小师妹最终要以吸血为生，那我只能杀了她。你若敢，我就把你太乙山夷为平地。你最好守护好她。小师妹为什么还不醒？你带我去看看她。你先把药给我喝了。可是小师妹……妹妹如果情况很糟糕，你觉得我还会在这里安心给你喂药吗？那我去一仙谷找素女姑姑，素女姑姑可以救小师妹。我三哥和表姐已经去一仙谷了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你先把药喝了。
可是我姐姐，她为什么要走？她知道我是她妹妹吗？她现在到底在哪儿？我真的好担心她。没事的，别瞎想了。苏冉冉，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从你身上一件一件的拿回来。妹妹现在这个样子，无病无痛的，可就是昏迷不醒。咱们快把二哥叫过来吧，要不然，妹妹万一有个好歹，我还怎么活呀？如果把二哥叫过来，爹娘知道了，肯定也会赶过来的。那怎么办啊？还有那个娄轩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为什么是他抱着妹妹回来的？还一直陪在妹妹的身边，连我都不让近身。我想，他就是妹妹不想嫁给新郎的理由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娄轩不是来向表姐提亲的吗？怎么突然又……他或许跟表姐之间有一种约定，不然为什么后来退婚那么轻易呢？那行，我不管了，我现在就想知道妹妹为什么昏迷，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？或许三哥跟表姐那里会有答案吧。楚阳，你说你这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冉冉他们走了这么多天，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？嗨，能有什么事啊？就算有什么事，他们都那么大的人了，也该自己解决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啊，是把你的身子养好。你的身子好了，他们就回来了啊！来。可是前天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我的冉冉满身都是血，我拼命地叫他，可是他却离我越来越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我的冉冉再也回不来了。夫君，你说，要是冉冉真的回不来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没事啊，这只是个梦，只是个梦。你这样不眠不休的，等小师妹醒来，她一定会心疼的。你就让苏老七进去吧，起码你去睡一觉，说不定等你睡醒了，小师妹也醒了呀。是啊，我才是他的亲哥哥，你不能老守着他呀！你让我进去啊？算了，随他去吧。我想妹妹醒来，第一个想见的人，也未必是我们。走吧。
冉冉，你什么时候才会醒来？妹妹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来，玉莹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师妹，你该不会连师姐都不认识了吧？妹妹，你是不是又调皮了？冉冉，你们是谁啊？你们认识我？妹妹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忘了他们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忘了哥哥我呀！你不记得了？小时候你就跟七哥我最好了，你要是连七哥都想不起来，你就死定了。没关系，全部忘记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苏冉冉，我告诉你，这回回去啊，我一定要向爹娘告你的状，把你关禁闭，让你哪儿都不能去，让我天天都看着你。七哥，冉冉以后不敢了。苏冉冉，你这个猪，你吓死我了！唉，没事就好。走了，拉我干嘛呀？我要陪着我妹妹。闭嘴！日轩，对不起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干嘛呀？怎么帮着外人对付我呀？这妹妹刚醒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跟她说呢。你伤好了吗？就喝凉水。为什么伤不好就不能喝凉水？你作为一个女人，能不能有一点作为女人的觉悟啊？我怎么就没觉悟了？你最好别再给我喝凉水。哼，我就喝，怎么着？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不是，你们吵就吵，干嘛非要拉上我呀？月影，你还记得
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当然记得了。我掉下悬崖，被你救起。那个时候，你一心寻死，以为再也不会和你的亲人团聚了。可是后来，你撑了下来，还是跟你的爹娘团聚了。可是，我却忘了你，失去了你。以后都不会了。说话算话。来，拉钩。让日轩出来见我。你给我放开他！放开他！谁敢过来，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姐姐，姐姐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日轩呢？我要见他。你去把他找来。你去把他们赶紧叫来。不用了。师姐，青天，快放了我师姐！日轩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我同生共死整3年，你就真的不曾对我动过一点心吗？日轩这个名字，只属于月影。日轩的心，自然也只属于月影。那如果没有他呢？如果没有他，你会不会爱上我？没有他，修炼7绝的，便是我娄轩。我不会去西域，也不会遇见你，更不会爱上任何一个人。好，哼，好，苏冉冉，我什么都输给你。你爹娘爱你，你哥哥们爱你。日轩爱你，就连我的亲妹妹，她也爱你。而我呢？哼，我有什么？我恨你，我好恨你！青天，青天，我的姐姐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想见你。如果爹知道你还活着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住口！你现在说这些，都太晚了。叶青天，杨冰，哎，五哥，师姐，五哥，苏姐，帮我照顾好冉冉。日轩，把师姐带回来，但是不要伤害青天。放心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！五哥，你们快回来呀！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？你说我是应该叫你姐姐呢，还是叫你青天呢？娘说，姐姐的名字叫杜瑶雪，因为姐姐是在雪天里生的，有肤白似雪，所以取名雪字。
后来娘给我取名叫姚冰，因为这样就可以离姐姐更近一点。娘说姐姐很善良，小时候连家禽都不愿意吃，总是偷偷的把它们放走。所以后来娘做的菜，便再也没有荤腥。娘说姐姐喜欢吃玉米饼，所以攒了好多好多的玉米粒。她说姐姐总有一天会回来的，等姐姐回来了，一定要做玉米饼给她吃。可惜姐姐到最后也没有吃到娘做的玉米饼，只吃到了我做的。娘死之前已经骨瘦如柴，她日日都在思念你，因为愧疚，她惩罚了自己一生，最后还郁郁而终。姐姐，住口！姐姐，你一定要原谅爹，原谅娘，他们都很爱你。爱我？爱我为什么不来找我？爱我还让逝水红颜折磨我这么多年？爱我为什么不下太乙山来找我？爱我。师父说的对，没有人会爱我，我就是一个扫把星，怎么可能会有人爱我呢？我明明是被娘亲遗弃的孩子。姐姐，住口！我说过，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，一件一件的从苏冉冉身上要回来。姐姐，你放过小师妹吧。我为什么要放过她？如果没有她，日轩一定会爱我。如果没有她，师父的传承理应是我接下的。如果没有她，我就不会变成现在的我。姐姐，住口！不许你再叫我姐姐！放开他！苏南！叶青天，你放了他。放了他？他可是口口声声叫着小师妹，可我才是他亲姐姐。放了他？做梦！姐姐，姐姐不要！住口！我不是你姐姐，我从来都不是。杨冰，不要怕，我一直陪着你。叶青天，你醒醒吧，你这样只会毁了你自己。你这辈子都没有看过我一眼，我毁不毁掉，你可在意？你我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爱情。是，所以，我变成什么样与你何干？叶青天，你是个不错的女子，为何不能放开手，去重新获得自己的爱情？哼，你真可笑！你明明深爱着苏冉冉，与我同病相怜，却还来劝说于我，你也一样可恨。姐姐，我们一起回太乙山吧。爹他很想你，他一定很想见到你的。我们一起回去好不好？
日轩，你真薄情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算了，让他走吧。你没事吧？有病，跟我回家吧。妹妹，你终于醒了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你别真变成逝水红颜啊！妹妹，妹妹，你能听到哥哥说话吗？你听得到吗？妹妹，你快醒醒！妹妹，你听到没有？妹妹，妹妹，你听到没有？妹妹。七哥，妹妹，你吓死哥哥了。七哥，你放心，为了你们，我也会挺住的。我可怜的妹妹。月影，日轩，秦老，你们回来了。我师姐呢？你师姐在照顾你五哥，放心吧。什么？我五哥也受伤了？你醒了？看什么看啊？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不是弄痛你了？啊！放手！不放！放手！不放！走错房间了吧？小师妹，我要回太乙山了。啊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生是太乙山的人，死是太乙山的鬼，我不能待在这儿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是谁的人，谁的鬼？哎呀，反正我要回太乙山。不行，你要是回去，我就上太乙山把你给绑回来。我就是要回太乙山。我五哥的病，你确定要回太乙山是吧？好了，可以啊，回应该没有吧？不过看姚斌要走啊，肯定强撑着呢。一天也不行啊！你这人怎么这样？还有这样的一天呢？我怎么样了啊？我这人就这样。看好戏吧。反正你不许回太乙山。那我去找我姐姐。更不行。你要是敢去，我现在就把你绑起来。不信你试试。你敢？要不要试试？懒得跟你废话。小师妹，我走了，你记得回太乙山看我。啊。五哥，你这样对我师姐，就等着她的大招吧。五哥，五哥，
喂，哇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五哥，我苏简生平最崇拜的人就是我自己，我真没想到，杜瑶兵才是真英雄啊！你说什么？我马上啊！娘娘腔，我调教我男人，你干嘛多管闲事啊？那你干嘛要把他绑起来啊？回太乙山啊！他既然不让我回，我就把他绑了，一并带回去。哎，不过你别告诉小师妹啊。你是说绑五哥的事情，还是回太乙山的事情？都是，毕竟我找到了我姐姐，我得回去跟我爹说一声。但是我不想让小师妹担心。好，这样，妹妹的事情呢，就交给我了。你们俩要走就快走吧。行啊，这次表现得不错。那我就先告退了。走了。慢用啊。表哥，我们沿着地图路线走了这么久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我们好像离太乙山越来越近了。老五说，逝水红颜已经把传承渡到了妹妹身上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我怕妹妹撑不住。我相信冉冉。我的好弟弟，我真的不能信我师父。止水月，止水日，日炫的心，日炫的心，自然也止水。没有人会爱你，没有人会爱你。如果没有，你会不会爱上我？你妹妹不爱你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日轩也不爱你，你哥哥们你都忘了吗？日轩爱你，我不会去信，我不会去信。你呀，亲妹妹也爱，都得不到你的爱，注定我好恨你，毒中啊！苏冉冉。怎么回事？我突然起来干嘛？好热，好热。哥，你想干嘛？冉冉，
冉冉，你怎么样？冉冉，起来。怎么了？娄少主，他快撑不住了。我知道。真的无解吗？如果他真的忍不住成魔，你该如何？他若成魔，我便陪他一起。或许只有他才能陪你走到最后吧。日轩，我是不是没救了？不会的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最清楚。我继承了逝水红颜的一切，我现在感觉自己好渴好渴，就算喝了一整壶的水，都解不了我的渴。我该怎么办啊？那我就带你离开。我们可以去逸仙谷，去西域，去边疆，去哪里都好，找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。可是素女师父已经死了。二师兄和净慈师太说，如果我真的成了逝水红颜，他们一定会杀了我的。我想了很久，与其到时候让他们亲手杀了我，让他们难过，还不如我自己找一个地方自我了断，这样谁都不会受伤害。那我呢？我该怎么办？何去何从？日轩，要不你带我回逸仙谷吧？好。我好怀念那个时候的日子啊。好。日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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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阳，日轩，我感觉我快要死了。没事，你只是病了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七哥，冉冉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？什么事情？你说吧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的状况告诉爹爹、娘亲，还有其他哥哥们？我怕他们担心。可是，好了好了，哥哥答应你就是了，啊。七哥，你放心，过不久我就和日轩去逸仙谷了，在那里一定会有素女师傅留下来的蛛丝马迹，一定会找到解救我的法子的。妹妹，你一定会获救的。对了，五哥的病也好了，你们就回京吧。我不想跟五哥和师姐他们告别，我怕他们难过。你就不怕哥哥我难过吗？七哥。好，哥哥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，请你照顾好冉冉。
我会的。冉冉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你也是。告辞。告辞。撤！撤！哈！大哥，逝水红颜再也不会祸害无辜的百姓们了，你安息吧。父亲，你回来就好。等萧冉冉也回来后，我带着你去苏府赔礼道歉。是。苏大人和公主非常生气。你想想，你逃婚，他们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于情于理，你都应该去赔礼道歉。你离开这么久，圣上非常生气，看在你爹我的份上，才饶了你这条小命。等你一切都安定以后，再去复职。是，爹。素女师傅。素女师傅，月影，月影，月影，素女和镜子都死了，还有谁能救月影？我该怎么办？把它喝了。